果今天晚上破6的话，满江怡，听说中国小姐很会跳钢管舞，但是我们说明哦，人拍背后哦，不能拍前面。好，前面的部分我们就让苏燕佩来负责。想要讲今天呢，就是要非常感谢刘佳瑶在剧中的使坏，才有机会让我们响彻云霄的88城市。然后那一场心里面呢，非常非常的揪心，因为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坏，然后又是心疼，但是又不能太放纵。其实，在拍的过程当中呢，有很多很多好玩的，也有很多很多。情绪的纠结，对对对，就是到底我要怎么打儿子巴掌呢？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。每个人都在打他巴掌，那其实他也是一个 EQ 非常非常高的很专业的演员。我们除了事先都有培养一个默契，然后讲好我们应该怎么下手，但是常常呢当下的情绪你会麻痹掉，因为可能10-20个人打过你了，你打到最后可能会麻痹。所以我为了帮他，虽然我当初说好我伸右手我就打你右边，就没想到真正录影的时候我是双手一起伸。所以他当下，依君姐想干嘛？你不是说要右手吗？然后想说啊，没关系，那个是情绪吧，因为很多当下就像刚才依君姐说的，就是我们在 re 的时候是这个，是当场你情绪上来的时候，你说要避，有时候很难避得掉啦，有时候真的会被打到。大家晚上可以看那个佳瑶如何去被惩罚，但当下我有一个就是很心疼，就是文珍，她真的把自己的，她太入戏了，她真的把自己的脸打到整个肿起来就算了，而且还受伤。对，那当下到底你在想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踢笑我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文珍也有做错事，然后佳瑶真的很可恶。我就觉得除了想报仇之后，我内心戏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愤怒，就全部一起打。我就觉得我打我自己这么笨，我打这个我爱这个人这么可恶，我一定要替我爸爸报仇。这说就是往死里打，然后觉得说打别人巴掌好像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打自己应该是很安全的，所以我就是狂打。我就是整个就是往死里打，就觉得我一定要打到让镜头看起来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的大力，可我没有想过就是在打的过程中，对我就疯了，就是疯狂，我是真的疯狂打，没有戴戒指，我是被我的指甲划伤，可是就是很意外，然后我在打的当下是真的左脸就是有咔一声，就是那个下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咔一声，可是我自己吓到，但是我还是有盯住。有，我现在他说自己在那边就是自我怀疑是不是那个对，就是到现在摸还是会痛啊，就在戏里面就是饱受他们两个的折磨，对，所以在那一场情绪里面也是蛮复杂的。有小鲜肉了，要还没有一个定案呢。对啊，但真的很谢谢，因为那一天我记得那个刘佳瑶的报应那一场是我们初1开工，然后拍到初2的凌晨3点，大家都非常拼，然后都很敬业，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支持多情城市，让我们收视冲高。今天369集，刘佳瑶终于要得到报应了，所以一定要准时收看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对。发红包狂贺庆祝，多情城市演员们在民视董事长王明玉和总经理廖继芳带领下，平均收视创下开播以来新高5.49，甚至一度冲破6.5。虽然我当初说好我伸右手我就打你右边，就没想到真正录影的时候我是双手一起伸，所以他当下依君姐想干嘛？你跟我觉得是说你不是说要右手吗？然后想说啊，没关系，那个是情绪吧。文珍，他真的把自己的，他太入戏了，他真的把自己的脸打到整个肿起来就算了，而且还受伤。对，那当下到底你在想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踢笑我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文珍也有做错事，然后佳瑶真的很可恶。我就觉得除了想报仇之后，我内心戏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愤怒，就全部一起打。一开春就创下好成绩，平均一集240万人收看，演到近370集，收视不坠。董事长先生洪医师身为忠实粉丝。368集，还
受到全国观众这么多的一个青睐，能够创下5.49的收视率。民视综艺更是常年收视霸主，新闻节目收视下叫，用心做好每一个节目，为新年继续开红盘。民视新闻林恩如、罗执中新北报道。我就我当下是没有，因为我当下是嘴巴是合不起来，可是因为刚好要看他，然后对你嘴巴是这样的，然后硬是把它就是台词讲完之后回来，等他的时候我才稍微再瞧一下这样。哎呦。